大家好，美國財長貝森特喺今年4月23號咧，國際金融協會嘅演講上面咧，佢就講到話中國嘅經濟模式咧係依靠大量出口嘅，而呢種經濟模式咧係唔可能持續嘅。到29號嘅時候，佢又進一步咧 elaborate 表示咧就係話，其實呢種出口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續咧，就係在於一旦呢個模式冇咗嘅話咧，其實中國可能會流失高達1000萬個工作崗位，即係有1000萬人冇嘢做，亦即係話美國如果唔買你中國貨嘅話，你哋有1000萬人失業。咁睇落呢個就係美國同中國貿易戰中，美國認為中國嘅軟肋。咁同樣啦，當然中國咧亦都係呢場貿易戰，而家基本上稅率高達145%輸往美國貨，都幾乎係斷絕嘅。咁中國喺攻勢方面都會覺得自己係有攻擊力嘅，亦都係拿捏住美國嘅軟肋。就係遲啲你美國嘅主要嘅超市啊、百貨店啊，例如咩 Walmart 啊、Costco 啊，可能個貨架咧就空空如也噶啦，咁消費者一定興嘅，係咪先？同樣由於貨品缺乏中國貨嘅時候，價格就會催升，咁即係簡單嚟講，又推會通脹啦。而美國經濟亦都可能喺全球嘅貿易減緩嘅時候就衰退喎，咁即係兩尾一結埋就係滯脹最恐怖嘅。咁中國喺攻勢方面就會覺得呢場貿易戰我都攻擊到你嘅軟肋。咁但係中國始終係因為冇咗咁多出口去美國嘅時候，好多廠而家我哋陸續聽見，例如喺江蘇啊、浙江都係停工停產嘅。咁嘅話，咁即係好多人失業啦，係咪先？咁其實呢樣嘢貝森特就算講得比較輕騎啊，估1000萬。其實根據咧其他嘅統計咧係會高過呢個數字。不過我留意到一篇最新嘅文章就係《經濟學人》啱啱出嘅，即係5月呢一期。咁都算係罕有地睇好中國喎。咁佢入邊提到咧就係話，中國可能有一招回春丹咧，就係令到喺手勢之中咧，中國係可以克服嘅。咁佢篇文嘅題係咩咧？叫做 China's gig economy could help it survive the trade war。意思即係話咧，中國嘅零工經濟咧，可能因為 could help 啫，就可能幫到佢渡過今次失業潮嘅難關。咁手勢都可以守得住，咁點頂住呢？其實呢，就係經濟學人就係咁樣評估嘅。佢就分析而家其實零工經濟，我覺得係轉頭解釋咩叫零工經濟。嗰個僱用中國嘅勞動人口比例好高。咁根據佢引述嘅一個中國總工會呢，其實而家大概有8000幾萬嘅中國人呢係從事緊零工就業嘅。咁如果佢亦都係睇過一啲中國嘅數據，中國政府係認為高達2億添。咁7億幾嘅中國勞動人口入有2億都係做緊零工經濟，意思即係話呢個分母好大。如果你話再多5%，咁就多1000萬，咁隨時都克服到啦。嗱，事實上貝森特就估中國可能因為咁而失業增加1000萬人。經濟學人引述咧高盛嘅報告咧係中長期會去到1600萬。如果係日本野村證券嘅評估咧，就有短期嘅係570萬，中長期係1580萬。其實我覺得咧中長期係講得太遠，眼前就500-600萬嘅失業咧係應該有機會出現嘅。咁點好呢？咁如果個分母係咁大嘅時候，如果中國政府又好，或者總工會嗰個分析又好，有8000萬至2億都係從事緊零工經濟嘅話，咁其實只要多5至10%，完全夠冚嘅喎。經濟人個文章就係認為咧，其實咧而家有好多跡象顯示咧，呢個唔係唔可能嘅。原因就係話以美團為例。其實佢哋嘅網約車，即係攞得網約車牌嘅話，基本上都係做呢個送外賣，都係屬於零工經濟一種。2020年嘅時候290萬，到2024年咧已經增加到750萬，而未來呢幾年到2027年，平均每年會增加15%。如果700幾萬多15%，咁一年都差唔多100萬啦。而家我哋講緊短期嘅失業人口增加，都係講緊500-600萬。
佢亦都訪問咗一個北京嘅萬先生，就話佢以前啊，一個30零歲嘅中年人失業，而家呢都係做緊美團。哇！喺北京如果勤力嘅話，都揾到差唔多1萬蚊。簡單嚟講呢，係可以應付到過渡期呢一個低潮失業所帶嚟嘅壓力嘅臨時工。咁呢一個方式，其實大家講下零工經濟咩？其實零工經濟呢樣嘢呢，又唔可以話叫炒散打散工咁簡單。好聽啲嘅話，事實上呢，佢係靈活嘅，佢短期嘅，同低門檻。不過其實呢樣嘢不嬲都存在咧，咁有咩新嘅特別係加上去呢？其實中國經濟學引述啦，中國嘅政府其實最近呢係鼓勵緊好多企業咧要加入一個新嘅元素，就係福利保障。因為過去呢啲咁嘅獨立承包人啊，呢啲咁嘅短期工作呢，往往係冇咩福利嘅，冇養老金，冇醫療保險嘅。咁而家最近呢，例如話係無論京東啊、美團都試點進行緊呢樣嘢。中國政府係鼓勵緊更多嘅企業，如果提供呢種零工經濟就業嘅時候呢，係要提供埋呢個福利保障。咁即時睇呢，就防止咗一個短板，因為傳統就業同零工經濟最大嘅分別呢，以前就係傳統嘅經濟崗位呢。我有個表可以俾大家，通常係會包括到醫療啊、養老金、休假。相反呢，如果係零工經濟嘅話呢，就乜都冇嘅。咁如果而家一啲咁嘅大型啲嘅企業啦，好似美團成700幾萬，都開始逐步引入呢一種福利保障嘅話，其實呢係不單止會令到呢個就業嘅吸引力上升，更重要，中國而家不嬲面對嘅困難呢，就係內需不足嘅。咁其實大家都不嬲講緊點樣改善嗰個保障福利咧，係關鍵嚟嘅。咁當然啦，講完呢啲呢，我又覺得即係呢個係經濟學係一個分析，但係佢亦都提出一個問題嘅，就係 counter opinion， 就係話無人機遲啲有機會取代，因為你而家呢啲咁嘅所謂零工經濟呢，除咗我諗係美團之外呢，滴滴啊，即係揸的士啊，或者等等呢，其實都屬於，但係好快有無人駕駛，你送餐嘅話有無人機。咁另外呢，你而家搞咁多保障嘅話，呢啲咁嘅福利保障其實有機會呢係屬於一種扣稅嚟嘅，即係你可能你嘅收入扣咗就免稅咁解。咁其實都係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啫喎。咁嗰啲而家從事緊零工就業嘅人會覺得自己其實係少咗收入嘅喎。嗱，當然呢啲係比較負面嘅對抗性因素，但我又覺得唔係太大問題。個原因好簡單，就係短期。大家都知道呢個貿易戰唔會永遠咁打落去嘅，我相信。既然係咁嘅話，解決到眼前短期6至12個月甚至幾年嘅問題，都係好值得嘅喎。咁我覺得啲文章呢，有佢可取性嘅，亦都係值得去，因為其實經濟可能不嬲對中國經濟政策都非常尖鋭。今次有呢一篇嘅報導，呢篇嘅文章，我都覺得值得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下。講到呢度。暫時告一段落啊，下次再見。